南安太守的女儿杜丽娘私出游园，触景生情，梦中与岭南书生柳梦梅幽会，从此一病不起，怀春而死。柳梦梅进京赴试，借宿关中，在园内捡得杜丽娘寻葬的自画像，情有所钟，终于和画中人因灵幽会，貌似绝幕开关。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缔结情境之好。柳梦梅，越剧男小生，陆锦花派再传弟子，海外越剧联盟成员陈一凯扮演。一凯先生2000年2月份进团从艺，主攻尹派、陆派，直至2012年一直活跃在中国的越剧舞台上。2015年移居美国，创建美国杰凯戏剧艺术中心，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国戏曲越剧艺术。接下来，请欣赏《牡丹亭之醉画一折》。掌声有请陈一凯。
与我是苍龙。喂，难道你是我母子的妹生？难怪我只想望他泪人笑对笑你和你美丽难做我痴心我怎有曾许当我一难散三梦内梦中情丝情丝梦中问一不两情情缘，交缠心不怎么不是乱唱起来了？真是自唱又忘记说啊，不得我念了。请多关注思念说，永不知谁少必先。他们的方算不看，不在北边再留笔。哦，这一幅是原女子的私藏图啊！你看呐，没让他我生儿养着酸呐，也上愚人的眼睛，只管顾盼着小生。你何必只顾顾盼着小生？你何不嘴话来，叫我一声梦泪，也不了解我仔细一片呐？美人，来呀，来呀，来！梦内啊梦内，可想你此心此情哟。
心。